叶红影，走。我叶红影，生平从未求过人，今天我真心实意的想求你。叶红影，你造孽太多，求佛祖菩萨也不会保佑你的。说的没错，菩萨是不会保佑像你这样恶贯满盈的刽子手的。师太，那就帮他下地狱吧。大胆犯贼！呵呵，冤家路窄，居然让我们在这儿遇上你。今天我绝不会放过你。叶红影，你屠杀忠良无数，今天这里就是你的葬身之地。一起上吧，免得我费事。狗贼，受死吧！师傅，这没法练，他们俩不配合，老动。行了，是叫你来学点穴的，又不是叫你来玩的。你不要趁机吃我们姑娘的豆腐啊，要给钱的。谁吃豆腐了，师傅？你太冤枉我了，哪有这么吃豆腐的？再说了，师傅，我要别的什么都有，就是没钱。唉，不容易，真不容易。这真是太不容易了。师傅。你终于体会到我的不容易了吧？我手指头刚才这么长，现在都戳短了。你看，打我从娘胎出来长了眼睛以来，我就没见过像你这么笨的人。师傅，哪有为师这么骂徒儿的？你看我多认真，你看我现在2个手指头都戳在一边长了。我把我毕生所学都教给你了，点穴有那么难吗？很难。哎呦，算了，行了，你们俩都先下去吧。是花姨。哎。待会儿我找你们去打牌啊！哎，你看，有那么难吗？点穴有那么难吗？啊！师傅，快解穴吧，动不了。再试试。啊！哎呀！哎！这打又不行，点穴还不灵。看来我得教你另一门绝学了。师傅，请讲。教什么呢？有了，我决定教你轻功。师傅，你说我这腿能练轻功，我要是跑起来不得一溜坑啊！哎呀，成也行，不成也行。今后要遇到了敌人，你打不过人家，最起码你跑得比别人快。哎，行了，别啰嗦，走吧。师傅，快解开徒儿的穴啊！哎呀，忘了。哎呀，师傅，走吧。哎呀，快点！平时吃饭的时候比谁都快，怎么走起路来比乌龟还慢呀你啊？你忘了我是龟奴了？我是职业的龟奴，注意操守。哎，你不是要教我轻功吗？跑到这儿来干什么？哎，我带你来这里是要找一本绝世的武功秘籍。武功秘籍啊，藏在这屋里了。我最爱找东西了，藏哪儿了？这里吧。啊！你别拿我花瓶，拿花瓶干什么呀？我跟你说啊，这本武功秘籍啊，是我死去的相公生前留给我的，我当然要把它藏在一个非常非常隐秘的地方。快告诉我在哪儿啊！
你脚底下。啊？啊？对呀。哎呀，退呀退呀，退！啊！我的天哪！这么重要的东西你就藏在这儿，这人来人往的发现了怎么办啊？哎，你这脑子里装的是不是全都是豆腐啊？啊？不全是，一半。另一半呢？豆腐干。你不知道，这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哦。哪个来醉月楼的男人呢？哪个不是猴急的长官？谁会发现我会将这一本罕世的绝世秘籍藏在这底下？哎，这上面写着待续，是不是还有一本？那本在哪儿呢？啊？哎呀，那个时间久了，被虫给吃了。被虫吃了？这还能练吗？有多少练多少，总比没有好啊！哎呀，别废话那么多了，走，我叫你练功去。哼，这个袁崇焕，真的胆敢与本座公然作对。9000岁，卑职埋伏在袁崇焕身边的探子回报，那袁崇焕已经派出他座下的13铁骑，从辽东南下到无锡，专门来寻找顾县城的孙子和那口官印。顺我者生，逆我者亡。袁崇焕，你想虎口拔牙，就别怪本座先下手为强。立刻飞鸽传书，通知叶红影，截杀袁崇焕手下的13铁骑。卑职遵命。不知持马，不识玉神，不快其心，逆于生乐，气贯中虚，凝于丹田。花姨，你太执着了，可惜呀，白费心机了。你念了那么久，口渴了吧？喝杯水吧。不喝，小宝贝儿，你没看见我正在教马尚飞练功夫呢吗？哎，马尚飞，我这么一个字一个字给你解释的那么清楚了，你听明白了吗？哎呀，差不多吧，能明白一半。我正按照你说的秘籍上的方法运气呢。你开窍了。花姨，我可以负责任的讲，7窍我已经开了6窍。啊？7窍只开了6窍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一窍不通。什么？我费了半天劲，不吃不喝的教了你半天，你居然一窍不通？那你怪谁啊？你嘁里咔啦哇啦哇啦说半天，也不管我听得懂听不懂，叫我怎么开窍？朱建义也会让你给气死。朱建了，那就是你了。冬晴，哎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这说来话长了。二位是？啊，我们是顾大人的孙子。不，他是孙子，我是孙子的随从。花姨，我的梦中情人，哪怕你是寒风1000年的冰山，我也用我满腔的热情，勇敢地把你劈开。什么？连你们风尘双侠都不是叶红影的对手？只怕这次事情以后，你们会引起官府的注意，所以二位不能再留在无锡城了。也好，既然已经找到了顾大人的遗孤，我和师太赶紧带着孩子前往辽东，交给袁将军。什么？就你们俩现在这个样子，还想带着人怨出城啊？今天你们俩没杀得了叶红影，这样子肯定被认出来了。官兵肯定也加强了戒备，想抓你们俩。我敢保证，今天啊，你们只要一出这个醉月楼，肯定走不出半里地的。二位，还是先请你们说说见到袁大将军的情况吧。
袁将军已经答应了，他会派出13铁骑南下无锡接应你们。既然如此，二位还是暂时先留在醉月楼，等13铁骑到齐了再做打算吧。不可，我们不能留在醉月楼，以免连累冬青姑娘和花姨。可是这官兵把守严密，又有什么法子可以让你们两个混出城去呢？华姨，别急别急，大伙儿别急，我想个好办法。有了，这样，你和你装成新郎和新娘，混在迎亲的队伍里，我们掩护你出城。老套。就是啊，马尚飞，你应该想些别人没有用过的方法。那依我看呢，咱们可以打扮成送葬队伍，然后把人装进棺材里面运出城去。更老套了。走密道啊！这一路不是有密道吗？明的不行就走暗的嘛。可是密道的出口还是在城里，我们根本出不了城。有了，我倒有个新点子。什么点子？这是夜香车嘛？对，就是夜香车，我的新点子，我保证到现在没人用过，也没人敢用。这什么呀？这么臭！夜香车，装米田共的。米田共，我必须给他们普及一下。米田共，如果斯文点讲，就是把3个字摞在一起念粪。如果粗俗一点呢，也可以叫做大便，或者叫粑粑。啊？不会吧？会，你们都会，我也会。来，人人这办法我看行。这守城的官兵啊，谁也不会想到，这鼎鼎有名的风尘双侠，居然会躲在这么臭的大便车里。有道理，这夜香车人见人躲，守城的官兵一定不会仔细搜索的。只是要辛苦二位了。可是我仙风道骨，岂可与大便为伍？可否想些别的主意？当然有，如果不要命，就可以不上车。还是要命吧。哦。可是，这总得有个车夫，把这夜香车送出城去啊。谁去当这个车夫？哎，我来吧。